处断？却看乾坤莫山在，仰天长叹路漫漫，前生今世本无奈，常怀一笑红尘外，难道孤独自由在？难道孤独又在？难道孤独山在？又在山在？烽火日月天地转，人间沧海成悲哀，是非恩怨何处断？却看乾坤莫山在，仰天长叹路漫漫，前生今世本无奈，常怀一笑红尘外，难道孤独自由在？寒山问拾得曰：世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陷我，不知你又作何处置呢？拾得有曰：只得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理他。寒山又曰：更有何诀呀？拾得说：我曾看过弥勒菩萨佛纪云：老衲穿衲袄，但饮腹中饱。有人骂他老拙，老拙只说好；有人打老拙，老拙自跪倒。剃唾我脸上，随他自干了，我也省力气。他倒也没有烦恼。阿弥陀佛，板桥先生能对此段寒山与拾得的论佛经言，可见板桥先生深谙佛禅之理呀，佩服佩服啊！谢大师点化教诲。别封久闻扬州沸沸扬扬，板桥一直不能摆脱厄运纠缠，老衲怕你不能左右，生出灾祸来，特邀你上山和老衲一聚。多谢大师，此番焦山一行，板桥终身不忘。板桥，不知你对未来作何打算呢？不瞒大师，古人有言：学而优则仕，求不得功名，枉作男儿。此次焦山之行，定当静心修学，来日金榜题名，以报大师一片苦心。阿弥陀佛，指望板桥平安去吧。多谢大师。哎呀，太美了！是，在这儿读书治学，多么雅致啊！板桥他也真会找地方。走，那边看看。好。金龙兄，咱们到此荡涤浊气，吐故纳新，
别是一番滋味啊！啊，是啊。板桥，板桥，板桥，板桥！二位施主，请不要大声惊扰。对不起，小师傅，我们来找在此治学的郑板桥，我们俩是从扬州来的，是他的好朋友。板桥大师和别峰禅师谈经论佛去了，就在那边。啊，多谢小师傅。谢过小师傅，走吧。板桥，板桥，哟，金农、黄慎，是你们？板桥兄，我去南方差行数月，真想便到扬州与你谋面畅谈，可惜公务缠身，不得愿。回京闻扬州为岳钟琪做万寿图一事，惊骇虚寒，侥幸为兄无事。扬州地处闹市，不得安闲。我意你还是来京攻读，以待下届经试顺利得中，匆匆其父助安琪。兹琼崖道人允喜亲笔。沈亲王对你真是一片情深呐，他把什么都给你安排好了。是啊，沈亲王是个好人呐。瞧我怎么说呢？我只会给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上次我被押往京城，就差点把他给卷进来。哎，不能再给他添乱了。他已经安排好了，你有怎好服人好意呢？哎，也不能算服人家的好意呀。他的好意我心领了，我不忍心再给他添麻烦了。哈，还是我们这些老朋友在一起愉快自在。走，今天我请你们两个吃素餐去。好啊，走走走。对了，我想问问，梅子有没有消息了？你在这儿读书，心里还挂着梅子？哈，我这做嫁衣的，衣服不做好送走啊，我这心里不踏实。哎，你笑什么呀？我笑在来的路上啊，他还把那个村姑当成梅子了，他那副样子，你是没看到。哦，在什么地方？当时我们在船上，他在岸边走，太像梅子了。哦，开始他还站着看了我一眼，可是后来怎么样？后来不管我怎么喊，他就是不答应，掉头就跑。哎呀，你怎么那么笨呢？那就是梅子呀。也许是我喊错了人，要不然他怎么理都不理呢？哎呀，黄慎，他不理你就对了。你想想，岳公子死了，这红月楼的人呢，还会找他的麻烦呢。他见了生人，他能不跑吗？那他可以离开扬州啊。哎呀，你又错了，她是个弱女子，扬州对她来说毕竟已经熟门熟路了，出了外面，她就更不好活了。你想想，这对不对呀？对。哎呀，快走吧，咱们啊还得再想想办法。我想呢，咱们在扬州一定能够找到他，知道吧？嗯。启禀皇上，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云南边境与我大清发生武力冲突，英国使臣向我大清提出抗议。云南总督张昭已赶来京城，正在殿外候旨。哦，宣他即刻进来。这皇上有旨，宣云南总督张昭进殿见驾。臣云南总督张昭觐见皇上，并祝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平身。谢皇上。怎么回事？快说。英国在印度的东印度公司向我云南总督府发出通牒，
要我大清国开放口岸，准许他们的鸦片通行，请皇上预览。狂妄！皇上，他们是越来越张狂，走私渠道怎么堵就是堵不死，白银大量的外流。除两广以外，单就云南一省，我们查禁的走私鸦片就有20万箱。这么多的鸦片，让他们带回英国自己抽去。禁止鸦片入境，这是我大清的国策，千秋万代，永不改变。微臣遵旨。你只管回去，加强防务。凡有侵入我大清疆土者，就地严惩。皇上，臣立即去办。哦，这上面说，你们无故挑起事端，打死打伤英人50余众，这是怎么回事啊？禀皇上，英国人为了向云南运送鸦片，竟派大批武装烟贩子侵入本境，打死打伤我禁烟官员多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朝廷罪臣钟文奎奋不顾身，并率将勇将10倍于我的英人驱逐出境，并收缴大烟25000余箱。哦，后来呢？臣唯恐英人以此来要挟圣上，特将罪臣钟文奎绑赴来京。等等，钟文奎是当年那个因白莲教一案被革职发配边关的直隶总督吗？正是，他现在已在大殿外听候皇上发落。哦，快松绑，传他来见朕。这请啊！皇上有旨，快松绑！快！哎，皇上有话对你说。罪臣钟文奎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岁！钟爱卿，这些年你受委屈了，臣罪有应得，死而无怨。平身。谢皇上。坐吧。钟爱卿，臣在。你戴罪立功，且扬我大清国威，当招之于天下为楷模。朕已决定，授钟爱卿任江南道总督职，立即上任。谢皇上隆恩，永世效忠皇上，万死不辞。吾皇万岁万岁万岁！钟大人，钟大人，爹，你不能走啊！爹，
郡人多方打探，均说梅子姑娘是南下扬州一带了，具体下落不得而知。扬州不就靠着金陵吗？是的，大人。等大人一到金陵，下官火速派人前往查询。好。给我奏报吏部，我明日便启程前往金陵述职。这。梅子姐姐，梅子姐姐，梅子姐姐，今天寿西湖逢集，爷爷呢叫我去买些盐和打豆腐的卤水。哎，你想要什么？我给你带。我和你一起去吧。哎，不行，爷爷不让你去，他怕你遇上坏人。我化化妆，到时候看看爷爷还认得出我不？哎，这样好，那你和我一起去啊。嗯。爷爷，爷爷，带着人来啊！快来！爷爷，你还认识他吗？爷爷。哦，是梅子。是啊。哎呀。爷爷，就让梅子姐姐和我一起去吧，她还可以帮我拿东西呢。嗯，好，你们就一块去吧。哎，不过一路要小心，不能叫她梅子了。我知道，我们都商量好了，叫她阿雪，不是梅子。爷爷，你就放心吧，我们去就回来。就是。哎，梅子姐姐，快过来看。看看啊。啊！哎呀，您看看，买一个，买一个带回去。哎，小姐，雪，你这张嘴呀！哎，你看多好看！哎，挑一个吧。哎，挺好看的。我到那边去看看。哎，还，哎呀，各位战友啊，我今天从焦山赶回来啊，不是为了赶集，我呢是为了在这儿啊找梅子。我们猜测她出不了扬州城。哎，要找啊，咱们也得分开呀。这么用在一起，能找到吗？啊，这不好找啊。说的是啊，是啊。为了防止他被红月楼抢回去，万一我们发现线索，不要叫出梅子的名字。还有，不管找到没找到呢，咱们晚上去黄慎草屋呢，咱们在那儿一聚。好啊，好，哎，走吧，就这样。那就哎，你们去吧，走吧，哎，快去头。你去那边。好。你说他会不会在那地儿？哎，船家，快，船靠到脊上啊！好，靠船。嗯，快点，靠边，我们过去看看。走，上去看看。这位客官，你算个命吧，算一卦吧，算。哎，你看怎么样啊？这个，来，这块好看，哎。你看这大屏，请问一下，您有没有看到这么高的一个小女子？她在这集市上，没有，没看见。好，多谢。这个我看看。哎，来一个，嘿，来一个吧。嘿，咱们到那边去看看吧。走吧。是他吗？不像啊。
我记得你不是跟我说过她会化妆吗？是啊，走看看去。走，跟上。哎，您看看这个，钟小梅。是他，追，站住！对，抓住他！站住！站住！别让他跑了！快追！快去了，到那边把他堵住！站住！站住！你到那边，我到这边。站住！梅子，我们等你等得好苦啊！谁是梅子？你认错人了吧？认错人了。梅子，我可是看着你长大的呀，你就是化了妆也瞒不过我呀。梅子，四姨在想你。就是啊。王明德，你这条狗！你敢打人！你给我跑！放开我！哎呦！梅子，快跑！哎呦！别管我，快跑！梅子，快跑！梅子，快跑！站住！哎呦！哎呀！站住！哎呦，我的妈呀！你他妈的，你该当何罪你！你们光天化日之下要抢夺民女，我告你们！告我！先打死你！打死你！管闲事你！多管闲事你在！让我打呀你！这是我打死你！快追！我先饶了你！站住！站住！站住！哪儿去了？那边看看去，快去！黄大哥，梅子，是你？黄大哥，梅子，你怎么还在这儿啊？黄大哥，为了我，他们把你打成这个样子，我没关系的，你还是快离开这儿吧。你要让他们抓到，你就走不了了。放心吧，我已经把他们甩掉了，我扶你回去吧。好，咱们走。不行，咱不能走这儿，从小路走。来。快，来，黄大哥。黄大哥，我去给你弄点水啊。哦，妹子，不见你人吧，拼命想找到你人，可是一见到你，又希望你快点离开，别落到那帮歹人之手啊。黄大哥，无论梅子去到哪里，
这一辈子都忘不了扬州。哎，快坐。更忘不了你和郑大哥他们。妹子，你给我唱个曲子吧。哎，黄大哥，那我给你唱一首江西民谣吧。好啊，怎么，你是江西人吗？沙哥哥呀，我的沙哥哥呀，捏块黄泥，捏咱两个，捏一个你来，捏一个我，捏得来似一个活脱脱，捏的痛在床上歇歇我。将你人儿摔破，浊水儿重河过，再捏一个你呀，再捏一个我哥哥心上有妹妹呀，妹妹心上有哥哥。唱得真好听。哎，嘘，哎，这梅子，她怎么就不开窍啊？就是，她听不出黄慎兄的意思。哎，就是啊。哎，你说这事儿，这多让咱着急呀！哎呀，这还唱什么劲儿啊？说去他不就完了吗？是。哎呀，一会儿进去啊，好好的呀，劝劝他。哎，黄大哥，时候不早了，我该回去了。梅子，啊，你住哪儿？我去看你吧。一个穷人救了我，我认他做爷爷，他叫我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们的地址，否则我就会大难临头的。放心吧，黄大哥，我会时常来看你的，你就好好养伤吧。我走了。妹子，路上千万要小心呐。你放心吧，我走了。再捏一个你呀，嘿啰啰啰啰；再捏一个我呀，嘿啰啰啰啰。哥哥心上有妹妹呀，妹妹心上有哥哥。唱真好啊！你们什么时候来的？好啊，好你个黄慎呐啊！我们满扬州城的帮你找梅子，喝了一肚子西北风啊！原来你却悄悄的把梅子约来密室，卿卿我我的。哎，你该当何罪？你这怎么了？你这脸是怎么回事？今天差一点就难和各位见面了。怎么回事？快说呀！五妹啊，回屋歇着吧，啊，时候不早了。爷爷，梅子姐姐不会出事吧？都这么晚了。不会出事的，孩子，这梅子会回来的。五妹，梅子姐姐，你终于回来了，我们都急死了，是吗？这梅子会回来的。就是，要不是好人相救，我差点就回不来了。是吗？走走走，到屋里说去。哎，对，快进屋吧。今天呀，好险呐！我们就这样逃了出来。
红颜女子多薄命啊！不是梅子的命薄，是黄慎兄啊，没出息。光唱有什么用啊？干脆就对梅子说，黄大哥娶你了。至于赎金呢，我们再想办法嘛。你说的是有道理，可我不得不为我的老母亲想啊。要不，你怎么不娶王姨姐呢？所以啊，人家说的也对，咱们这些个穷秀才、酸秀才，吟诗作画呀，还能凑合。可是，真到了节骨眼上，嘿，手软，心更软。这是活活要气死我呀！这么到手的鸟，又让它给飞了呢。四爷，我一定把它给您找回来。对，四爷，您尽管放心。虽然梅子又逃了，可他能逃到哪儿去呢？逃来逃去啊，也逃不出这扬州城啊。他躲得了今天，躲不了明天呢。四爷，梅子的卖身契不是在您的手中吗？对，梅子迟早也是四姨您笼中的一只鸟啊。是啊。那你有什么妙计啊？白天跑来救梅子的这个人呢，我已经打听到了，他叫黄慎，他原来是马府上的教书先生，他呀常到红月楼和梅子鬼混啊。你想，这梅子能和他不来往，只要他们这一往来呀，不就……那好吧，就看你们俩的了。可别让我等得太久啊！四爷，您放心吧。破掉！钟大人一路辛苦，各位大人辛苦。大人啊，钟大人请。大人，大人，您叫我啊？你就准备一下，明天随我前往扬州。小的派人通报扬州知府，准备迎接大人。不必了，本府刚刚上任，万勿兴师动众。是，你去挑选10名贴身侍卫，随我微服扬州。是，大人。梅子姐姐，要不我跟你一起去吧？不用了，2个人一块儿去，目标太大了，也容易被发现。我快去快回，你在家好好待着。哎，我走了。你早点回来。大人，我们先找个客栈住下吧。好。对不起。
黄大哥，梅子，这个呀，是叶家爷爷给你弄的治内伤的药，熬了快喝吧。多谢你了，梅子。我快给我抓起来！来，抓住！你们干什么？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快点！快走！梅子，带走！你们干什么？带走！梅子，快点！梅子，快！快走！梅子，金龙兄，金龙，开门啊！金龙，王振兄，怎么了？啊？你快点把板桥和王石胜他们找来，美子姑娘又被他们抓到红月楼去了。啊！你在这儿等我，我马上回来，快点啊！啊！这来着干啥？别快把人弄下来！放开我！你们干什么？放开我！快点！拉下！你们要干什么？放开我！快点！快走！放开我！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怎么回事？对，叫梅子的姑娘给抓回来了，她从这逃跑了，又谁啊？抓回来了，说的这事，没错，梅子。爷爷，糟了，梅子姐姐又被抓回红月楼了。谁说的？城里人都在说一个叫梅子的歌舞伎在黄花世家被红月楼的人给抓走了。梅子已经被卖出去了，红月楼凭什么又来抓人？啊，走，到衙门去告他们去。事已至此，只有一条路：找马三桂，告胡四姨的状。对。四姨，梅子在红月楼是待不下去了，只有尽快的卖给外甥。您就多得点银子行了。好，今天晚上我们走水路，3更的时候把它运出扬州城，省得那几个画师又来捣乱。哎。上堂，老爷。刚才是何人喊冤？快告知本官。青天大老爷，草民叶阿祥状告红月楼老板胡四姨呀。马大人，在下也是状告红月楼老板胡四姨。怎么？全是告胡四姨的？大人，有话快说，有屁快放。怎么一个红月楼的老板娘让你们这么为难呢？大人，众怒不可犯呐。虽说大人与胡四姨私交甚厚，可是人家已经告到大堂上来了，纸是包不住火的呀，您说是吧？你笑什么？马大人，还记得上次那岳公子来扬州的情景吗？那胡四姨还以为攀上了高枝，可没把你马大人放在眼里呀。
这个婆娘是个见利忘义的主。大人，听说新任江南总督钟大人已到金陵述职，这万一有人告到他手中，怪罪下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来人呐，给本官将红月楼的胡四爷给我抓来！走，快点，快点，走，你走吧你！放开，吃了豹子胆了！走你！走，快！走，老大，把我们送出扬州城，这银子绝少不了你们的啊！是啊，把他们统统都给我抓起来！那个，你们，快，是他，是梅子，带走，快走，快点走！知府大人，红月楼胡四姨和管家通通缉拿到府。那个叫梅子的姑娘呢？也被一同捕获。好，得把胡四爷给我叫来。这，行。这怎么回事？你说这是听见这话？进去。坐吧。四爷，有人告你的状，说你私抢民女，逼良为妓，你知罪吗？按大清的例律，这是要杀头的。你说的不就是梅子吗？我有这张纸，他梅子是我的人。四爷，我们给你面子，你就识点相，免得大伙都下不来台。马大人说的对呀，这岳文成花了那么多银两买下了梅子，这谁不知道？那箱礼金是我带着岳家的人送上门去的，四姨没忘吧？第二天，你把梅子送到岳府，看见了我跟吴大人，就跟没看见似的，还记得不？马大人，我说一个处置的办法，您看行不行啊？行啊，你就说吧。处理完了，本官还要回家睡觉去呢。岳文成是个叛贼，照大清的例律，他收买梅子的赎金，全应该由四姨交出来充公啊。你说什么？那是他出事前买下来的，凭什么充公啊？大胆！你要是不服从官断，我治你的罪。那你们说吧。现在嘛，也不用你全部都拿出来，只要拿出一半儿。梅子嘛，交到扬州府关卖，等着关卖一结束，那也就没什么事了。我怎么得罪你们了啊？你们这么合起伙来欺负我这个弱女子啊！哎呦，我这命好苦啊！带下去，走。哎呦，我可怎么活哟？这不太便宜皇上和郑板桥他们了吗？大人别急嘛，郑板桥和黄慎这帮画师不是愿意用画子为梅子做赎金吗？那好啊，你马大人发财的机会可就到了。那你说明白点行不行啊？你看，
上的这个圈套，这关麦的家，你这样说，相识本是缘分，相知不容易，何必在乎爱与恨？留下一段真情，彼此都拥有，天长地久才是真。相爱相随到老，陪伴度一生，岁岁月月情更深。经过多少坎坷艰辛的旅程，雨打风吹不离分。今生难得有情人，能知我心的伤痕，抚平我忧郁的苦闷。今生难得有情人，给我快乐和安慰，让我陶醉不后悔。春去秋来有机会，珍惜永久的依偎。今生难得有情人，今生难得有情人。